观众朋友大好，欢迎收看10月31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什么新闻重点。警方伫网络看到高中生破的影片，亲像有提醒佮冤家相拍，对早发现讲是台中西屯一间高中来囡仔涉案。昨有人伫屏东恒春的海边啊掺水，结果失踪，透早佮出动陆海空来继续找人，目前人佮还未找到。最近网络传讲政府在卖台积电的股票，国发会表示这是假信息。经济部嘛强调，政府的台积电股票佮继续在增加。新闻先来看，警方昨伫网络巡逻，发现有高中生破的影片，有人亲像提醒，佮冤家相拍。对早发现讲是台中西屯一间高中6个囡仔涉案，因讲因为学校无要互因参加毕业旅行，所以因才伫校门口翕影片来表达不满。画面当中，高中生手里摕疑似是枪的物件，沿路发甲大细声。头前的人一个一个闪开，因锁定另外一个高中2年的学生，佮发生冲突。打架！你要哭了，打架！快点，怎么去打呢？影片传起嚟网络了后，引发议论。虽然无接到报案，警方也是主动追查，发现这名学生是读台中西屯区的一间高中。3日暗时陆续通知6名涉案的高中生到案。查扣几两项违禁品，全部依法上班。查扣玩具空气枪2支，手电筒1支，依涉违法及少年事件处理法侦办移送。警方表示，6个人当中姓杨的学生，因为未爽学校唔予伊参加毕业旅行，超工选伫线学时，伫学校门口起事，佮甲影片传起嚟网络，呛讲要拍歹学校的名声。若校方也说明，代志发生了后，有随启动校安通报。负责录影的姓杨学生，平常时伫学校就互人真头疼。用3字经，用一些不当、不雅、非常羞辱性的言辞，也骂过我，骂过学校的主任、老师，甚至会主动去抢老师的个人用品。那这个我们都陆续有在处理它，所以其实他目前已经是记过累计超过9大过了。校方表示，考虑到安全，有2位学生无法度参加这届的毕业旅行。姓杨的学生就找2个毕业生，佮有另外2个在校生，甲霸凌别人的过程翕落来。3日暗时已经通知家长佮监护人。校方也说明，因为是义务教育，无法度退学，会针对涉案的学生加强辅导规范行为。记者台中报道。再来看屏东恒春的海边啊，昨有人呛水失踪，这人中昼去呛水，后来就联络袂到人，因为乌托邦又搁停伫岸边，海巡等单位昨暗时赶紧去现场找人，也毋过到昨暗的暗时的10点人搁还未找到，透早搁再出动，嘛继续伫陆海空继续找人。救援人员穿好呛水装备落水，开始找人。屏东恒春3日发生呛水客失踪的事件，一个30几岁的男性中昼去上南边的海域呛水，然后失踪。海巡救援协会等单位暗时接到通报，赶紧到附近的片头渔港搜救。通报消防队垦丁分队与威金救难协会等单位，共同于现场海域按计搜救。截至晚间10点，共派遣14车、2艇、3筏56员，能会寻获失踪民众。暗时的海边暗蒙蒙，视线真歹，海巡出动真侪人，摕手电仔做地毯式的搜寻。海上嘛会使看到来斗3工的渔船仔船顶微微的灯火。水下救援人员找真久，拢无找到失踪的呛水客，伫其他人员协助下，倒来船顶，伫暗时10点先结束任务。船龙顶的边啊，你切无处理，过来搭一个坑，搁挖对面头港仔入来。救援人员骑着水上乌托邦分配搜救范围了后，马上出发找人。把握黄金72点钟，毋拿海上海巡人员31日透早继续伫海岸来回巡视，并加派人手分落海空3路搜寻，希望赶紧找到失踪的呛水客，互家属会使安心。记者陈焕武、柯正俊屏东报道。最近网络流传一段影片，讲政府在卖台积电的股票。国家发展委员会表示讲，这是假信息。经济部长王美花嘛讲，政府的台积电股票是搁继续在增加。另外，针对中国讲要取消 ECFA 遭受清单的优惠，部长王美花嘛讲，石化、纺织搁有机械这3大产业影响较大，政府会来协助产业转型，分散市场。最近伫网络顶有传一段影片。内容是讲到政府将台积电42派股份卖掉，引起大家注意。国发基金伫咧 FB 发4点声明，
讲国发基金持有台积电的股票是继续增加。2016年到即马是台积电甲国发基金表现上好的时阵，并无卖台积电的股票，定证这是不实的消息。经济部长王美花也提醒民众唔通被骗。这个完全是不实的讯息，我们最近这几年对台积电不仅没有抛售，而且还因为配股还增加了持股。伫即马中国公要取消ECFA早收清单优惠，并且延长对台湾贸易比率调查到2024总统大选的前一天。刘伟关心中国占咱国的贸易量体犹原正大，若是因单方面取消ECFA，咱政府有甚物应用的措施？行政院长表示，经过评估，有3项产业的影响较大。那我们通盘评估起来的话呢，我们当然希望我们跟中国之间的这个经济的往来呢能够继续。是3.7左右，全球相对是比较低的，这个部分是204亿，所以这个部分那相关的影响的行业是石化、机械跟纺织会比较多的品项。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政府已经开始甲相关业者进行沟通，看要如何协助转型甲分散市场。另外，贸易比率调查对咱国的总体经济影响是有限。刘伟辉也呼吁中国方面唔通甲贸易问题复杂化、工具化、甲政治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有一只看海翁的观光船哦，正不知号什么单着，有人讲可能是咱国军来炮弹。经过上验，国防部今仔嘛公布检验的结果，强调讲国军的炮弹并无弹着这只船。在共同的成分里面包含了钡、铬跟铅，它的成分配比是不一样的。这个在靶弹上面专有的这个 T， 它是用在这个阻燃耐热的部分，那这个是在船体上面是没有检出的，所以我想这2个气体是完全不同的。国防部强调讲，报告显示，这只船的油菜顶头无任何炮弹的成分。比对海巡海军提供的雷达图，嘛显示讲，迄当时这只观光船嘛无进入射击的管制区。再来看国民党、民众党昨头一届政党协商，也毋过针对总统遴选的选选方式，嘛是个还未决定。侯友宜是希望讲要见面来协调遴选，就爱愈紧愈好。郭文德嘛强调讲，合作就爱公平公开，民众才会支持。民进党的赖清德是批评讲，南北拢毋是咱台湾的主流民意，目前的做法就亲像是联合次要的敌人来打击主要的敌人。头城花火接近将200周年庆典，民众党的郭文德甲国民党的侯友宜2人共场出现，就伫前一天。南北第一遍的政党协商达成4点共识，但是对于总统的连选选胜的方式是也未出来。外界也真关心郭文德、朱立伦、侯友宜3人当时见面。3个人要见面，希望能够越快越好，因为我们所有的支持者都非常的焦虑，到底蓝白合作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我们要很清楚的给我们的支持者一个交代。如果没有一个公开透明的比赛规则，要诉诸那种密室协商混账政治，我们不可以为了一时的利益失去这个党，你知道，或者说这个政治团体长期的信用。郭文德重申，合作就要公开公平，而且这次也举办甲铁共行3部曲的记者会，宣布将会开始1个月的款待。徛起哩新闻show进行街头演讲，也要找一班接近外围监票员进行监票的计划。因为民进党的赖清德是就南北合的旗队批评，南北不是台湾的主流民意。蓝白之所以谈和，是因为不管蓝或者是白，都不是台湾的主流民意。昨天他们所谓的共识啊，我大概只有一句话，就是空。对我后续的竞选活动不会有任何的影响。赖清德表示，南北合伝統敢若親像是聯合主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也就民眾黨的無分區名單傳出個人的力量，中國一個配偶飼水嘅代志進行批評。國民黨有責任愛面對社會大眾的質疑，對外說明。記者綜合報道。桃園的航空城是台灣史上上大的土地徵收案哦，冒未這個爭議。自救會伫頂個月中有去行政院抗議，今仔早起伊嘛閣去桃園市政府抗議。
大社化海外家园唔通坐老互子孙，报办桃园航空城开发案，爱贴钱予派设中建家园。23上报行政院了后，我签名的居民31告到市府头前，抗议桃园市政府为地文参考张善政违法失职，无依法调整评点，甲安置主体部分航空城的售价是全台上悬。我根本没有钱，你叫我怎么盖啊？还限期叫我盖完，不盖完还不给我重建基金，这什么政府啊？勘定呢度，安尼来3、4、5台叫一间事发大，这摆要甲咱拆，钱无够起袂起来，依法互咱起到够，起好咱才来搬，安尼才有公道啦。针对航空社贴钱予诉求，桃园市长张善政也亲自出面，做出5点约束，除了评点调整，更无贴钱加自贴补偿费加20%，最后搬迁补偿加15%，安置主体降价，增加安置家庭自起补贴，贷款协调金融单位无设限年纪。这2年物价都上涨很多，所以我们会把我们建物的拆迁补偿费调高20%，同时我们的自拆奖励金也会调高2成。他们接我陈情书，我们得不到答案。下一次我们就机场见，我会公开的向政府挑战，我们征收入要捍卫我们的权利，我们要建回一个家。针对市场约束，议员杨五豪不满，讲到若以物价指数成长来看，112年定收物价评点应该是16块8角，临时公告14块7角，主流评点调整应该有法官依据，毋是乌白画价，也要求落实先起后煞，以起建年评点为价值补差价。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交通部6月30开始要实施新的记点制度，一档航机12点就要吊扣驾照2个月哦。有真侪职业驾驶是真不满，早起包围交通部抗议。交通部是表示讲会甲地方政府做伙来讨论，针对驾驶的诉求来提出回应，卖来检讨法规。这个问题不解决请你受害。不满交通新制伤过严格，违规记点可能会甲伊着趁钱。职业驾驶发动数十台计程车、甲游览车，甲交通部围起来要抗议。违规停车除了罚600块，逐摆也搁要记1点。若准一档内累积12点，就要吊驾照2个月。来抗议的驾驶差不多拢有互人记点的记录，有人1个月就互人记7点，有人是停伫厝内的修车场门口互人开单，也有人为着要接送人客上落车，也互人检举，拢无得申诉。你要申诉，你要花300块钱再去缴。第二件，我申诉了。到现在还有下文吗？没有下文啊！很多碰到这种不合理的东西，我们到底是要怎么做才能合乎政府的要求？透过网络发起的活动，车辆的数量无到预计遐尼多。台湾游览车发展协会理事长表示，真侪驾驶甲怨叹煞毋敢来，就是惊评鉴的成绩可能受到影响。毋过，愿意出面的人，拢是为着这份头路，呼吁政府爱做好配套的措施。我真。这个严肃的跟部长讲，这个一定要修掉，哦，让这个所谓的检举达人哦，这样子肆意的到处告发，不是办法。全国汽车驾驶人权益联盟提出7项诉求，不过交通部长王国材另外有行程，所以无出面。交通部派出代表接受陈情，回应会整理驾驶所提出来的诉求，甲地方政府做伙研究解决，而且检讨法规。记者综合报道。今年4月底 ，Costco 的冷冻鱼小人线验到A型肝炎的病毒，嘛影响到4万的消费者。虽然 Costco 提出补偿的方案，也毋过有的消费者佮消机会，因拢无法度接受。早起消机会嘛，正是为135个消费者来提起团体诉讼，要求赔偿1100多万。提出高价诉讼，消基会律师团到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庭，替135位消费者提出团体诉讼，因为进前好事托所卖冷冻3种综合唔过，南鱼甲草鱼连续验出A肝病毒，影响国内消费者4万多人。
消基会认为，好事多退一步一是无负责任的维稳措施。对于消费者，顶多是只有他买卖的金额的1倍的这样子的一个补偿而已，但是对于其他的这个消费者的一些精神上赔偿这部分其实都没有的。消基会表示，代志发生到即马，敢来维持低调，只有声明用并买记录甲会员卡来退钱，甲加一倍买食品继续来赔付。最后试用期开始60天内出现疑似 A 型肝炎的症状，检验补助每人新台币500块，确诊会负责医疗费用。因为这间公司事前无尽到商品把关的责任，但是发生了后，各无会失的也无讲到赔偿，最提出产品费加上医检费加精神抚慰金的3倍定发性赔偿，总共求偿金额1107万2610块。我们主张一个人的精神慰抚金以2万元为计再加上产品跟他的医检费所支出的一个费用加计以后，再乘以这个消费者保法第51条3倍的惩罚性赔偿金。针对这团体诉讼事件，好事多是表示会继续主动甲消基会联络，理解详细内容甲看法，同时用消费者健康前提考虑情形之下，继续努力甲继续沟通。记者综合报道。卫生福利部统计，最近3档家庭暴力的通报案件成长2成。这礼拜四，立法院要审家庭暴力防治法的修正草案。早起民众党的党团就针对恐怖情人条款，要求政府爱互检警伫顶紧急状况会当来驱除加害者，以防受害者搁再一届受伤。今年9月，高雄有一个查甫人走去甲前女朋友赌30外刀。事实上，这个小姐伫6月就已经有申请到保护令，所以是受到严重的伤害，对这就当看出法令的不足。立法院办事特别审议家庭暴力防治法修正草案，民众党也提出应该互检警会当伫第一时间驱除加害者，保护受害者，让相关单位呢可以在紧急情况之下直接做到拘提加害者的一个权利。我们希望可以去快速的保障这些受害人，避免再次的被加害。另外，侪家暴的受害者是囡仔，但是目前的法规当中，加害者若是直系血亲，会当免经过受害者同意去调户籍，查到受害者住伫倒，继续去骚扰伤害受害者。卫福部嘛暗算要甲受法禁止，妇安会嘛建议爱互捌受过家暴的人有完整的心理咨询。修复童年目睹家暴的一些状况的，还有影响跟创伤的部分。那对于他们就是成年之后，他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然后可以在生活上是跟家庭工作上能够好好适应，这是需要有人协助的。如果这一块可以做起来的话，其实整个预防机制都会蛮完整的。妇安会特别指出讲，侪人是细汉时受家暴，可能大汉了后会成做加害者。希望这届受法会当注重受家暴了后的心理咨询，安尼家暴防治才会当较矫正。记者卢尚如、郑顺友台北报道。再来看桃园市的技术职业工会，伫2019年加入星空联盟飞行员协会，加做正式会员。今年的理事会议伫台湾举行，来自美国、加拿大、佮日本等国家的飞行员工会，嘛拢有派代表来台湾，希望讲当互相交流飞安甲管理的经验，创造愈安全、健康的飞行文化。过60年，国际星空联盟飞行员协会 ASAP 执行理事会议31日台北举办，创下台湾飞行员组织头一摆主办国际重大会议纪录。机师工会从2019加入星空联盟成为正式会员后，就在今年成功争取到理事会议的主办权。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相信桃园市机师工会所做出的贡献与付出，各位贵宾也是有目共睹。民航组织的预估是要到2025年，但是我们预判应该到2024年就已经恢复到80%以上了。其实今年这个时间点，我们的松机跟桃机其实已经恢复到将近是2019年以前的
将近80%了。长期技术职业工会是伫2019年加入星空联盟飞行员协会加做正式会员。这个飞行员联合组织包括日本全日空和亚航、加拿大航空甲美国联合航空等超过20多间国际航空公司的技术工会也是协会。这摆的会议除了是国际飞行员成事，会议中会密切讨论全球飞行员拄到的挑战，进一步分享讨论出安怎增进飞行安全，促进飞行员专业提升，甲改善飞行员劳动条件的宝贵经验。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方式，能够让台湾走向国际之外。对于内部来讲的话，我们也希望能够提升会员，包括飞行员的一些专业的素质，然后同时在跟公司之间的一个劳权关系的发展上面，能够达到一个更和谐的一个情况。长期技术职业工会表示，除了毋让台湾甲国际飞行员组织来连接，目前真侪国家也面临想要拓展航点也是航线，也毋过地勤也是飞行员不足的问题，毋忙透过交流讨论应用方案。记者综合报道。为着管理废弃物，环境部推动资源循环促进法的立法，未来各种的废弃物都要改名做废弃资源。嘛，针对制造接本色的业者，要来征收资源循环的促进费，预计明年的2月就来预告这个草案。大量的垃圾互人等地农地、温啊等等所在，将污染环境。为着要避免再利用物质互人乌白等，环境部要推动资源循环促进法。未来废弃物袂阁分做一般废弃物或者是事业废弃物，会全部统一改做废弃资源。未来卖公告产业责任物，对排出者也就是业者征收资源循环促进费。资源循环促进费这样子一个财务工具呢，来推动这个再利用产品呢，提高它的市场竞争力，让这个产品适采适所。未来有啥物产业责任物，也就是废弃资源会互人征收费用嘞。环境部表示，亲像垃圾物件、弹头等等项目，会搁评估非法乌白蛋的发生状况，再利用情形来公告项目，收来的钱会补贴予再利用业者，甲这个物件好好做成再利用产品。这个国外有绩效的，我认为是要一些多奖励，这个奖励不见得一定要拿钱出来，就用一个祭典的方式鼓励大家守法。即摆立法嘛会加强刑责，若污染环境，刑责提悬到7年；非法乌白等地农地或者是环境敏感区，加重罚金到2000万。另外，卖健全管理工具，若毋是调工的小违规，会先以记点的方式经过改善。毋过，若是严重违规的业者，会停止甲追回已经得到的优惠，追查不法利益。未来罚钱甲追查不法利益做伙执行，会当彻底阻挡不法行为人得到利益。记者综合报道。依照依效法的规定托育机构爱定期评鉴，也毋过华人县议员发现讲，华人县的公私立团案中心评鉴的资料只有到民国107年，已经5档拢无更新咯。发生伫去年7月，花莲一间育婴中心女婴死亡案件，家长控诉囡仔靠20分钟煞无看到年母来安踏，上条监视器画面阁互球挡掉咧。目前案件正在司法定数，毋过育儿中心的评鉴也是留伫107年家庭。严重疏失，幼儿安全很重要。你不评鉴的话，那么这业者可能就会轻忽某一方面重要维安的这个设施改善。花莲县市经公土5间私立托婴中心，照规定3年爱一摆评鉴，毋过所有资料拢留伫107年，有5年无更新，家长要如何来选择呢？公托私托都是安全的，因为在设置的时候都要符合安全的标准。但是申请到它开园2-3年，它难道没有因为这个部分而有改变吗？那这个就是评鉴的重要性。目前国内托婴中心的评鉴规定，爱设立许可主管机关，也就是县府社会处，每3年评鉴一摆。县府表示，主要受到疫情影响才会停办，今年已经恢复。那今年呢，我们已经筹备好了，那也完成了今年的评鉴。那这个现在就是结果的部分，那我们承办科会尽快的来上传。要针对整港土有立行的设置安全，有关要求应甲县府斗阵去巡视，毋过县府表示，爱尊重私人单位的意愿，县府无法度要求。记者综合报道。
2023年世界点心师傅的比赛伫德国慕尼黑举行，台湾2个少年选手21岁林凤仪甲27岁丁明游摕到铜牌。2个人今仔早起嘛登去母校开平餐饮学校来做分享。因讲会当伫世界赛有好的成绩，摕国旗上台领奖，真正是有够赞。拄伫咧世界直路师傅比赛摕到铜牌的林凤仪和丁明游，等于到母校开平餐饮学校分享心得。2个人比战2年外，得到足侪奖。不过来到世界舞台，11点钟内要完成这项动物世界主题的直路，挑战真大。压力是有一点啦，但是我们到现场之后，完全就是想着要如何把我们的作品完整的展现出来。用台湾实在创作独一无二的陆海空动物世界。2个人虽然是这摆10外参赛国内底上少年的选手，不过评审真介因，敢若苏纳威和韩国得到第3名，摕到国旗接受表扬的迄时，因讲真正足欢喜。我觉得能代表台湾拿着国旗，然后在世界舞台上发光发热，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会当伫世界级的田路比赛得到肯定，2个人的指导老师编号真关键，因为编号伫2015年同一个比赛为台湾摕到头1面金牌。2015年我参加完这个比赛之后，我就有一个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带开平的孩子到世界舞台去。那今年呢，我就非常开心实现我的目标。互国际看到家己，互世界看到台湾。林凤仪和丁明游对学生仔讲，为细项比赛开始累积技术甲经验，好好练习，把握机会。就算失败，学到的拢是家己的。记者林晓慧、沈志明台北报道。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咯，路透社报道指出讲，泰国政府的官员嘛讲，泰国对后个月到明年的5月，会先针对印度和台湾的游客免签证，得当入境泰国，上侪是当停留30天哦。望讲社游客来泰国佚佗。泰国伫9月份开始哦，中国的游客入境就已经唔免签证咯。数字嘛显示讲，今年1月到10月底哦，有2200万的游客，嘛已经创造9000外亿泰铢的观光收入哦。报道嘛指出讲，泰国今年的目标是望讲有2800万人次的游客入境泰国，来增加观光的收入。再来看以色列的军方，昨是表示讲，因伫咧攻击加沙的时阵，救出一个查某军人，也毋过有另外一个参加音乐节，互哈马斯掠走的德国的女性哦，已经过身咯。德国总理肖兹嘛呛哈马斯讲，要爱为因的野蛮行为来负责。以色列的总统纳塔亚胡嘛强调讲，因未同意停火，因为因无愿意向恐怖主义来点头。真欢喜唱歌跳舞庆祝救出一个以色列女兵。以色列军方30表示，在加沙这片地面攻势期间，救出一个伫10月7日和哈马斯劫持的情节，是救做美籍迪西的女兵。אמש בלילה חולצה החיילת אורי מגידיש במהלך פעולה קרקעית לאחר שנחטפה במתקפת הפתע האכזרית של החמאס. הרמטכ"ל וראש השב"כ נפגשו עם אורי ומשפחתה במפגש מרגש מאוד. 不过，军方无详细讲美籍迪西救出时阵状况。进前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表示，透过地面行动，来努力救出200外系人质，只是一个23岁德国籍女子卢克7次参加音乐节期间，和哈马斯拔走。以色列外交部证实已经死亡。Für mich ist diese Nachricht eine, die furchtbar ist. Hier ist ein Mensch auf brutale Weise ermordet worden. Und das zeigt die ganze Barbarei, die hinter dem Angriff der Hamas steckt. 肖兹阁强调，以色列有权保护家己，免受哈马斯这种恐怖攻击。纳坦雅胡是用珍珠港事件加911恐怖攻击来比喻这个攻击，并且表示以色列未同意停火。Calls for a ceasefire are calls for Israel to surrender to Hamas, to surrender to terrorism, to surrender to barbarism. That will not happen.
纳坦雅胡被问到是毋是考虑清洗，伊回应唯一考虑的是将哈马斯编辑为历史的分手桶。这是巴勒斯坦一个自由记者翕到影片显示，以色列战车伫加沙边界附近对一台民用轿车开炮。以军回应哈马斯伫加沙境内使用民间设备来做军事目的，佮强调三人间保证车顶无恐怖分子。公司新闻单位人评论。已经有部分的国家禁止使用中国的抖音平台。加拿大政府今仔宣布讲，禁止政府机关的行动设备装微信。加拿大政府嘛禁用总部设伫洛西亚的风度软体卡巴斯基。加拿大政府受联邦政府国防委员会发出声明，因为中国通信公司开发的社群软体微信，甲俄罗斯企业卡巴斯基实验室出品的风度点的软体，有造成使用者构筑外泄的风险，所以内阁下令，若公家机关所属的行动装置免使用微信甲卡巴斯基这个软体，已经安装的人爱退掉，未来也免搁订装。加拿大政府伫今年2月就下令禁用由中国企业一个跳动公司所开发的抖音，理由也是有泄露各自甲政府重要信息这个疑虑。比较之下，微信原本受到关心较低，不过最后也成做禁用的对象。因为风度甲网络安全企业的卡巴斯基，除了设伫莫斯科的总公司，伫南北美洲、西欧甲中东拢有开设总部，伫台湾也有卡巴斯基的分公司。为2010年开始，卡巴斯基所属的全球研究甲分析团队，就陆续发现各项各国机部、电网甲红色10月等重大病毒甲恶意软体。不过，因为卡巴斯基的一对翁某共同创办人尤金甲纳塔利亚拢是俄罗斯公民，美加两国政府认为卡巴斯基甲俄罗斯政府关系密切，特别是伫俄乌战争开始了后，卡巴斯基就被注意到。虽然加拿大政府强调无任何政府重大信息受微信甲卡巴斯基软体影响外泄，不过依然将这两个列入黑名单。公司新闻齐家人评论。为特别推销台东的往来石刻顶水果台东县长廖庆玲今年带团去中国2届咯，嘛望讲中国会当重新来开放往来石刻进口。今仔县长是搁再呼吁农民哦，就要赶紧去摕到产销履历的证明来保证水果的品质，安尼会对外销有正大的帮助。这一粒一粒的石刻，吨规堆袂输敢若线同款，真侪台东的农民正努力做到有害生物零验测。也按照相关的要求，家己产销履历，甲品质愈高愈好，就是希望因种的石刻会让重新卖到对外市场。规条产业链的业者拢替销往中国做好准备。包装的 SOP 都照着台东大学2位教授所指导的这个程序来作业，所以对于这个我们包装厂都是准备好了。可以高达90%以上，没有粉屑可传。产销履历也都做得很认真，没有办法出口的话，那我们都做这个产理的话，就有一点，就是。伫前年9月，中国单方面讲，咱国的石刻验测改革糖全面禁止进口，对台湾的石刻市场造成正大伤害。一直到今年6月，台东县长廖庆玲到厦门参加海峡论坛，证实石刻输往中国了。中国才解禁部分台东的果子农甲包装厂。伫1礼拜外前，廖庆玲又搁带团拜会各大办的主任宋德，替超过780位农民41间包装厂找机会，让石刻会当重新销去对外。凤梨世家已经被准许能够重新输出到中国大陆，而这个品质的标准，目前也没有办法完整的做说明，所以达到要求的就可以全数出口到中国大陆。伫这么对话的回应就讲，一件一件伫咧审查。廖庆玲也强调，只要石刻想要销去中国，产销履历是正重要。但是到目前，中国方面也未提供检疫的规范，送去的物件也拢无回。所落来这么担心的，恐惊是检疫证明的物件。记者综合报道。各项物件拢会起价哦，向清洁公司处理垃圾费用嘛得起。台南哦，都真侪大楼的管委会要求讲环保局来帮因拼垃圾，望讲当减轻民众的负担。目前是有14栋大楼申请，也毋过环保局是表示讲因的骹手无够，有民意代表就建议环保局设一个平台，帮到大楼来找载垃圾的业者哦。环保局是表示会来研究。
看到粪扫车来啊，厝边隔壁拢赶紧冲去等粪扫，就是惊若袂负担掉，就要家受办法。最近有风声讲，若是叫清洁公司来清粪扫，就要起价。但即马嘛有真侪大楼管委会拢要申请叫环保局来协助清运。说我们大楼垃圾也不是说很多，居家都是一点点而已啊。然后你的垃圾如果又要再另外额外收费的话，是很麻烦又很贵。垃圾是随着水费去征收的啊，所以他有缴水费，然后他没有取消那个征收的费用，其实他应该要来收啊。有的大楼注意讲，粪扫一个月清一届都要3万起跳，有的大楼佫因为氛围无好势，结果清洁公司车出去，人煞无爱收，拢要订个分过，所以才会讲起价来处理。不过佫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粪扫场嘛无够准啊。因为他们没有分类啊，就全部丢成垃圾啦。然后他再去的时候，他也被打回票回来啊。环保局表示，目前已经有14栋大楼申请，嘛有加一组人甲车去斗载粪扫，不过上济就干那会当应付25栋，佫济嘛无法度。民代认为，若环保局会当建构平台，替大楼来找清运业者，嘛是一种办法。11月份之后，高雄市的他们的这些处理的这些焚化炉又不收外县市的清运费的价格会暴涨，所以源头管理是最重要的。我们的源头是因为我们处理垃圾的能量不足。台南公有大楼超过3100栋，若全拢要叫环保局派车来清，除了人无够，车嘛未负载。针对民代建议设一个平台到处理，环保局表示会搁再建议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婚姻馆11月初开始要禁止使用一届的单调的塑胶杯啊。婚姻的环保局去年就先推动环保餐具，组织循环杯等服务来做准备哦。所以对11月初开始要违法，就会罚1200块以上6000块以下。店员摕出饮料循环杯装饮料，民众只要透过手机啊登录，扫描 QR code 就会当免费来使用。为了配合环境部限用塑胶政策，婚姻馆为11月开始禁止一次性塑胶杯的使用，部分业者和民众拢已经提早因应。对面的那个学校，其实同学们也是都会带自己的杯子。那如果临时没有杯子，也是可以跟我们借环保杯，这样使用意愿上还是蛮高的。就变成说，因为你分出去，你不知道，可能大家拿回家干嘛，又很难回收，就是这个问题。婚姻馆环保局就讲，为了让业者和民众提早因应，禁止使用一届性的塑胶杯。去年开始推动环保餐具和循环杯租用服务，今年1月份到9月份。经过统计，至少要用4700个一次性的塑胶杯。如果我们饮料店如果没有充分的配合的话，那当然会接受这个裁罚。那裁罚金额从1200到6000块的一个罚款。这边还是呼吁前线的一个民众朋友了大家充分来配合环保局嘛表示，5年限塑政策原本要向6都干部第7月实施，但因为业者反映，希望等用库存用得完。最后达成共识，为11月1号开始执行。至于循环杯买单地价地就以地行。目前包括倒落市、福美町，都超过50外间的饮料业者，都提供少型的免费使用。继续用有报道。再来看宜兰东山的新寮步道，尤其是真济，也毋过最近有民众发现讲步道吊桥的头尾螺丝拢拧去了。林秘书是表示讲，即摆已经处理好势咯，嘛强调讲，因拢有派人固定去检查，2档卖请专业单位来进行一届的安全检查，所以安全的问题，民众是毋免烦恼。民众在东山乡新寮水墙经过一座吊桥的时，所发现两边螺丝全部拧去，会当凊彩船感觉通过这款的桥梁真危险，质疑公部门无咧管。很危险，应该要通知那个相关单位常常的维护，还是要把它弄好比较安全啊，因为这是长长久久的事情。新寮水墙步道有2站水墙，过去因为风台风避9年，经过整修重新开放，全长1.5公里，入口所在到第1站水墙距离1公里，第1站到第2站水墙有500公尺，这几年加做东山乡热门景点，部分边假日拢吸引不少游客来。来到步道吊桥，会当发现螺丝已经锁安，不过安全感是无顾虑，有关户外界真烦恼。这一块巡视人他只是用眼睛去看，他可能没有去注意到那个螺丝有没有松动。
是。所以他在问我们，也发现这种情形，我们也有请巡视人员啊，就是以后就针对螺丝部分，也请他们务必用手去转看看啊。林业署表示，吊桥螺丝已经中心所案，是认为破坏，也是厂商时间不所案，也爱调查。未来会伫4块位加装监视器，避免人为破坏。经由平日逐礼拜拢会派员巡检，同时每2年会请专业单位安检，安全上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内政部昨公布，咱国内上常出现的名叫高嘉禾的查甫上侪，查某是淑芬上侪。最近上事件的查甫名，第1名是温室，查某名是品言。伫街路上唱歌讨糖啊，囡仔精心变装打扮，环境万圣节。不过，即阵家长拢替囡仔安怎号名咧？根据内政部户政司统计，民众定来看名前3名，男性是嘉禾上多，佮再来是志明建宏，女性是淑芬第1名，佮再来是淑慧美玲。我们那年代就是秀啊，什么黑猪啊，什么宝啊，男生大半都是比较。那个什么尾啊，什么那个墙啊，什么这样啊。我自己名字我觉得也是蛮菜市场的名字啊，对啊，对。方便讲一下。我志伟会啊，或是什么星啊之类的啦。我的名字是我妈直接取的，没有算命。好听就好。对啊。全随世代无同，号名情形也有所变化。新世代定来看名，男性前3名是温秀、尤婷、朱瑞，女性是品言、依辉、吴辉。不过，甲以往定来用的算命号名部分，现代爸爸妈妈反倒希望囡仔的名卖收菜车名。就是尽量也要避免菜市场名字，好记就好，然后笔画不要太多，重点，因为他们以后可能写名字也会造成他们的困扰。查一下笔画，然后再自己翻书找喜欢的字，因为算命的话就很容易会菜市场名。有部分新世代父母讲，像温室品言，亲像艺人的名，也是以好听、好记、好写为主。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平均一日有4个人会得到子宫头癌，目前是当做人类的女毒病毒 HPV 疫苗来预防。今仔早起有立委甲医界人士就呼吁讲，查甫的感染率其实比查某更较悬，所以应该甲目前各中的查某学生免费注 HPV 疫苗的政策扩大到在部同学买当免费来注。自2018年开始，各种的女学生拢会当公费注 HPV 疫苗，预防人类的儿童病毒甲感染子宫头癌的发生。不过 HPV 感染除了女性以外，也甲印度癌、河山颈癌，抑个男性发生率排第3名的头癌骨癌有关系。除了子宫颈癌以外，它也会导致男性的口咽癌。同时感染 HPV 的话，男生得到癌症的机会会比女生还要高。那尤其在国外，男性口咽癌，因为 HPV 感染的男性口咽癌都已经超过了子宫颈癌了，在英国、美国、丹麦等等的西方的国家。根据统计，全世界有5%的癌症甲 HPV 感染有关系，而且是无分男女，一世人拢有5成到8成的机会感染。所以有几多位立委甲医界人士开公听会，希望甲各种的查甫同学也纳入公费疫苗政策。因为经费对倒来，有专家建议调整分管。烟害防治法里面其实就有提到说，这个烟捐是可以用作这个癌症防治的用途，或许可以在这个烟捐的部分可以挪移出一部分的预算来，然后让我们国中男性也去施打。请我们的同仁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当中，不断的在做评估了，再请各位今天多多跟我们指导，减少我们的盲点。目前全台湾只个人嘉义市甲云林县补助各种的查甫同学注 HPV 疫苗，台北市是按算明年开始。卫生部处长张志豪表示，目前正伫咧做内部的评估，将会整理专家意见进行研究。记者综合报道。肺癌已经真做是新的国病，连续19档拢是国人10大癌症死亡的头名。早起有医界个中研院医师个朋友团体，因着做伙呼吁政府应该要比较实行观念，来成立国家级的肺癌防治的办公室。只要透过这个肺部低剂量电脑断层检查，简单叫做 LDCT， 就会当量早发现肺癌患者。不过医界真肥，安尼也无够。体检了后，用成个案对总加转介，参确诊后续医疗照顾加防治，有关需要跨部会整合，好用政府成立完整的国家级肺癌防治办公室。精准治疗看的就是说，这个病人有没有基因的突变。
它适不适合做免疫治疗。它只要有特殊的基因突变，有相对应的这个标靶治疗，这就是我们希望政府健保署可以考虑。医界表示，肺癌已经是新国病，连续19年加做咱国民众10大癌症死因头号杀手。去年因为肺癌死亡有100项华人，进一步分析发现，国内肺癌患者有约7成是肺腺癌，而且其中有7成是无部分的癌友。大体注意的是，平均每2个肺癌个案都有1个，一旦发现已经是晚期第4期，5年的存活率只有剩1成，所以呼吁健保加速给付肺癌晚期的先药治疗，来提升存活率。每个月15万，1年乘以12嘛，到180万。这个对即使相当有钱的也会喊吃不消。如果真的这样子，对于我们的效率可以提升的话，好，对整个工作推动有帮助的话，那这部分我们是会考虑的。那健保署强调，会加速先药纳保，搁成立专职办公室，每年先药经费包括暂时性支付达到60亿，未来也唔望额外预算成立癌症先药基金会。记者综合报道。今仔10月31号是西方的万圣节，真侪人拢会装作是素会鬼来戏惊人。最近伫有考古学家伫波兰就挖出一具17世纪的查甫囡仔的骨头，发现讲伊的脚红白条的，人嘛是拍的。这个查甫囡仔有可能是在世时，互认为讲是素会鬼。纸箱内底的遗骸是最近挖出来一具17世纪的查甫囡仔骨骸。波兰托尼戈白尼大学的考古团队最近伫北部一座墓园发现一具查甫囡仔骨骸，落葬的时阵脚封锁起来，面向下面，可能是要防止伊骨爬起来。推测查甫囡仔在生进前，互认为是素会鬼。Został prawdopodobnie po śmierci tego dziecka otwarty i reszta tych kości zniknęła, ponieważ ówcześni ludzie stwierdzili, że pochowanie tego dziecka, zabiegi przy nim wykonane, było to jeszcze za mało. 考古学家推测，查甫囡仔年纪大约是6至7岁，凸显当地伫17世纪的时阵，将素会鬼强势的超自然现象看作是真实存在。而且伫去年的热天，考古学家也伫这座墓园发现一具女性的骨骸，脚也封锁起来，阿妈棍也挂着一支草鸡仔。显示伊迄当时也互认为是素会鬼，这种埋葬方式应该是为了防止伊个挖起来。Być może ta kobieta po prostu była inna, może cierpiała na choroby, jak się okazało z badań antropologicznych, które przeprowadziliśmy, analiz specjalistycznych, że faktycznie była to osoba schorowana, więc być może ta choroba powodowała takie objawy, że po śmierci sądzono, że może po prostu ona wrócić w postaci demona lub powiedzmy szkodzić zmarłym, więc dlatego ją zabezpieczono. 挖出这2具遗骸墓园内，大约有1/3采用无平常的方式落葬，像用铁仔制品埋葬亡者，互认为可能是会当互死者保持死亡的状态，也是将石头放入手骨，也是阿妈棍来预防亡者搁活起来。另外，这座神秘的墓园的实际大小，甲相关遗骸研究，考古学家表示，会使用土地雷达继续进行探勘。公司新闻陈慧珍编译。美国90年，法国明年开始喷就爱强制回收。伫巴黎有一间回收业者为特别宣传真讲是用马车去载喷，下民众的注意，嘛先选来宣传新的政策。伫巴黎市中心差不多8公里的城镇斯坦，有一只马油车慢慢行伫街路，引起民众的好奇。伊头路都是收集居民的喷，以控制数年法国要强制规定，喷是必要的粪扫分离项目。这喷可能比上一笔焚化炉烧掉，或者是当作土地肥料用来让土地较肥。所以这间回收公司才选择用吸纳的方式，让大家注意。Déjà, c'est écologique et c'est un moyen de communication et de sensibilisation. Parce que, en fait, du coup, quand les gens nous aperçoivent dans le quartier, en gros, ils nous regardent, ils se demandent tiens, pourquoi il y a un cheval, qu'est-ce qu'il fait ici, enfin, pourquoi il est là. Et c'est à ce moment-là, en fait, qu'on va expliquer aux gens qu'on collecte les déchets alimentaires pour les valoriser, qu'il y a des bornes dans le quartier où les gens peuvent apporter leurs déchets alimentaires, donc qu'ils ont ce système-là parce qu'ils ne sont parfois pas au courant.
业者表示，用要请收喷的工作维持3年了，也已经看到明显的差别。有愈来愈多人开始了解回收意义，佮加入回收喷的行列。法国是欧洲上早推出粪扫分类制度的国家之一。早伫1884年，巴黎政府就规定所有家路爱护公用粪扫桶，了后慢慢实行粪扫分类制度，而且法律规定，居民若无照粪扫分类来评的原则，会被罚钱。业者也表示，分类应该自细汉教起，为晓都袂凊彩浪费。公司新闻新闻配编译。今仔日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北部佮有东部地区拢会落东部啊雨。伫东北部地区雨水会较济，北部的山区佮有东南部嘛拢会落雨。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8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8度；外岛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